首團醫療體系去年底甲台南市政府簽署50棟的委外經營合約，其中興建全新的腫瘤大樓，提供預防醫學甲癌症治療，就是重大承諾。因為癌症已經連續40多棟，成為國人10大死亡原因的頭一位。對此，嘉義癌症篩檢中心今年15週年嘛升級，提供6大癌症的免費篩檢。中心主任吳坤玲則以家己父親甲患者的成功篩檢以及早期治療經驗，呼籲符合資格民眾一定要把為家己的健康把關。大腸癌，如果你沒有好好的給他做治療，早期的發現的時候，也許第3期、第4期可能半年就走人了，就死掉了。但是這個病人從他60幾歲看我發現大腸癌之後，到80幾歲，長達10幾年到是接近20年，都還很好的活在我們身邊。做篩檢，只要早期發現、早期治療、早期治癒，這就是我們希望做到的事情。這也是癌症篩檢中心希望帶給台南市民眾的一個好的部分。所以目前有6個癌症都可以做癌症篩檢的動作，請大家盡量到醫院來，然後想辦法把這6種政府給你的福利，也是全世界少有的福利，好好的做起來。因為不是所有癌症都有早期療效，所以市立病院鎖定6大癌症，其中大腸直腸癌加肺癌的防治成果尤其突出。大腸直腸癌的連續3檔得到全國區域病院的第1名，肺癌篩檢的總人數嘛是台南市第2位。所以醫生再次強調，擴大篩檢不只提高早期發現的比例，更會當在黃金時間得到上有效果治療。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。